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就用了这个早斋嘛，我跟大家呢分享一下，我们善导大师实际上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了。他讲这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，而且信心呢就非常的建立跟记住，所以我发现到善导大师太伟大了，太了不起了。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典范呐，非常好的典范。他讲这句话：莫论弥陀摄不摄，就是你不要去讨论了，不要去争论阿弥陀佛到底救是不救呢？摄就摄取，摄取就是救度你，他救还是不救呢？你不必问了，为什么？他告诉你，因为他成佛之后，他就用名号来救度一切众生。只要你念佛顺他的愿，他一定永远不放弃你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对我们众生无微不至的关怀。重点在这里，如果他救不了念佛的众生，他发愿绝对不成佛。好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他说阿弥陀佛在10劫以前已经成佛了。既然阿弥陀佛成佛了，他一定按照他自己对众生的承诺嘛，他的誓愿就要救度念佛的众生。既然这样，救度你还是不救你呢？各位，你不必讨论，也就叫你不要怀疑，不要担心，你不必担心，因为他已经成佛了，他绝对非救你不可。他救什么人？就念佛的人。他说：“只问专心回不回，就意在专心回不回。重点是在哪里呢？你是不是全心诚意的？你回不回？发愿要到极乐世界，你愿不愿意去？有的人呢，他念佛求长命百岁啊，求印途开通啊，求财源广进啊，贵人明显啊，家庭和乐啦，还有什么官位步步高升啊？可能他求这些东西，但是。”世间的东西都虚幻无常的，没办法永远留存了，没办法长久的。所以既然这样，他只是问你，你是要世间的东西，还是要回去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呢？就问你，你专心回不回？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？没有其他杂念，没有妄想，我就是一旦念佛，有一天舍报往生的时候，我跟世间的因缘到了，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这个你回不回去还是不回去呢？这个心要坚定，各位不要犹豫不决，这个很重要。但要回心决定相，但要就是只要你回心要回去的这个心愿，回去的意志力，回去的信心是决定了，就是说我们不是模棱两可，我要向这个方向是肯定的，是坚决的，知道吗？好，毫不退却的。我勇往直前，这个叫决定相。我只要回心，我要回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已经决定了，向这个方向走了。那么临终弥陀自来迎，在你要离开的时候，离开世间，这个缘到了尽的时候，那你要回去，阿弥陀佛一定来给你接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承诺，所以你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他救度你，这理所当然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这不需要怀疑的，所以这一句话对我们众生来讲，念佛的众生修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理念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谨记在心。好，我们将这一章回向给所有法界众生，念佛的人都能够满阿弥陀佛的大愿，大家同生西方，同成佛道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